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其他的新闻。明年这个中华县长的选举，国民党这边呼声上悬的立委谢依凤，本地一直无表态，到伫个昨，伊常常抛出着影片，宣布要来参选。但是即摆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伊的小弟谢展霖是议长，两只弟仔到时阵，若是一个县长，一个议长，规碗旁，恐惊观感无好。谢依凤是来回应讲，因为有真侪选民对伊有期待，伊才决定要来参选，所以落来会甲小弟来讨论。也就是讲，伊也未甲伊的小弟协调好势，就直接宣布要来选县长。国民党立委谢依凤昨参加竞标活动，获总统赖清德点名，祝伊国民党内初选顺利。了后宣布参选中华县长的影片也出，伊讲毋是互赖清德激到，是本来就有拍算，伫这进前影片就已经录好啊。我去参加活动，面临到所有蓝营的基层以及支持我参选县长的民众都非常的焦虑。行前，有媒体问我是否要参选彰化县长，我才做相关一并的回应。伊强调，伤侪人对伊有期待，才决定先定调要参选。这么细腻，是因为因小弟谢展霖是中华县议长，县长、议长拢是下届的人，难免烦恼会引发外界观感无好。先把这个想法明确化以后，大家后续再来讨论。当然，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要开始讨论下一步要怎么做。谢依凤决定参选了后，才讲要甲小弟谢展霖讨论，表示宣布进前甲同学拢也要甲谢展霖做协调。谢依凤甲谢展霖联合的服务处无看到谢展霖，因为人伫咧日本无伫台湾，拄好闪开阿姊雄雄宣布参选县长的时机。那国民党另外两位有意思要参选的关定峰甲洪英忠，是希望党内爱做公平的初选。那我会勤跑基层，我有信心赢得初选的提名。中央党部会以最公平公正的方式来产生候选人。民进党当时嘛是有4个人想要争取选县长，就用电话民调类似初选的方式派出立委但数月。国民党也可以循着这样子的一个民主模式产生他们的候选人。中华县长的选举，国民党即马是3抢1，就看党部要安怎做协调，也是做初选。伫咧这进前，下届姐弟仔也是爱先敲好势，讨论出上届有赢面的对策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